港版桑難，體操少女墮地毯。我當時好驚，因為一落到地已經覺得自己喐唔到，而且嗌又會辛苦啦。因為我出力嗌咗一聲，啲人先至知我唔知咩事。跟住就重新開始比賽。呢一跤跌碎咗佢嘅人生，更加將佢嘅夢徹徹底底咁粉碎晒。我如果我就咁瞓喺度咧，我就真係喐唔喐得噶啦。一定要靠人幫我搬上搬落咯。觸覺就有，其他咩感覺都冇，同埋手指都唔。曾幾何時，張薇係香港嘅體操新星。不過呢一刻，佢連上落床都做唔到，長期坐住輪椅。08年14歲嘅佢喺順利村體育館練高低槓嗰陣墮地，右頸着地至頸椎移位，下身癱瘓。佢媽媽陳婉玲尋日入稟，話中國香港體操總會總教練潘鏡雄同埋事發嗰陣在場嘅體操教練鍾劍疏忽，違反保護責任，致令佢受傷，要求索償。意外之後，佢下半身癱瘓，日常生活完全要靠人照顧，雙手活動唔自如，連飲水都好困難。做診所護士嘅媽媽要辭職全天候照顧，去廁所都要幫佢。好似尋日，媽媽幫個女換校服同抹身，都忙足4個字。媽媽話：如果做遲一個步驟，12點都未有得瞓。單單係飲水，張薇嘅手指就唔能夠伸開，要用2隻手夾住個水壺。你知我媽一日都冇時停㗎嘛。如果佢真係有乜嘢病嘅時候，我就翻唔到。成家只係靠爸爸做散工賺錢，為咗籌醫藥費，佢哋更加曾經賣樓套現。喺內地出世嘅張薇，4歲已經接受體操訓練，大概05年嚟香港，06年升讀拔萃女書院，又加入港隊，獲多項學界冠軍，仲想參加奧運。可惜呢個夢想永遠都唔能夠實現。不過佢得到好多人嘅支持。98年因為跳馬熱身，令到頸椎神經嚴重受損嘅中國體操名將桑難，亦都為佢祝禱。藝人莫文蔚就以拔萃學者嘅身份寫信鼓勵佢。全身癱瘓咗20年，曾經要求安樂死嘅斌仔都話有嘢要同佢講。只要你揾到你自己嘅目標，揾到你想做嘅嘢，我相信時間就會容易過好多啦。當初可能接受唔到，但係如果你回望翻呢幾年咧，你嘅感受係會慢慢減嘅。我相信你係可以去揾到你自己下一步要走嘅路咯。醫生冇明確咁講張薇嘅康復機會，只係話慢慢嚟。講到呢度，堅強嘅佢都忍唔住喊起上嚟，要媽媽喺旁邊鼓勵佢，唔好喊，堅強啲。而家張薇只係得一個願望，佢想做翻個正常人。